HKMA-TVB 傑出市場策劃獎，多年嚟致力表揚本港傑出市場推廣計劃以及優秀嘅市場策劃人才，提高業內水準，廣受歡迎。去年港鐵嘅市場推廣策略顧及每一細節，成功克服史無前例嘅挑戰，為合併後嘅港鐵建立正面形象，吸引更多乘客，並贏得 HKMA-TVB 傑出市場策劃獎金獎。麥當勞推陳出新，迎合到顧客口味同需要，創下極理想嘅銷售佳績，並贏得 HKMA-TVB 傑出市場策劃獎銀獎。美國運通成功結合兩個國際知名品牌，為目標顧客提供最合適嘅產品及服務，並贏得 HKMA-TVB 傑出市場策劃獎銅獎。HKMA-TVB 傑出市場策劃獎已經開始報名啦，你都嚟參加啦！請支持 HKMA-TVB 傑出市場策劃獎。